因为我特别如果有卡迄，像阿爸阿公一出来全部耕田的，虽然读书转来咩割田顺所，割本牛舍，冇做什么个产田卡嘛，他了了树全部稀漂，都跟那环境之下，如果想讲，我海拔1000做田实在十分辛苦，就想讲，我以后想要做一个事业，就有安尼想法。潮汕就同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廣東同福建交界嘅地方，香港平洋地區係潮州、揭陽、汕頭三個地級市區域嘅首名。20年前，經歷台灣事業同婚姻嘅失敗。曾鳳儀同三個細人呢，交伴阿妹照顧，自家來到潮州一個中國詞都，土生所嘅陶瓷道路上重新出發，脫離辛苦嘅農耕生活，出外做生意。剛開始創業嘅時節，是因為一下冇注意，一夜之間就負債3600萬。曾鳳儀對失敗嘅困境當中，重新形塑自家嘅人生，勇敢開創中國段嘅陶瓷事業，一下唔但僅拿到10多間國際知名品牌嘅訂單，年營收超過3億元。當年外銷L2嘅馬克筆數量還有到100個萬隻，在佢嘅事業美滿嘅家庭，共同演出也係金陶瓷人生。苗栗縣西北部嘅苗栗中南鎮，因為佢新造嘅南片，故所也地名就很多中南。這片係曾鳳儀嘅家鄉，佢下胎都係以做田社為生。也有大車沒有？差唔多咧。還有尾皮嘛，唔是誒？是。上嘢嚟做割無咧。割田順錯啊！你講要食飯就要做些啦。產田坎啦，產田坎要錯嘅也得。也得做個塔嘅，反正整田家全部生意全部都落嚟做些啦。都太都高中家都開個大毛地啊，開咗應該差唔多500公尺，開。那就費錢，這個。無人去曬咩，台灣曬谷啊，也就較方便的啦。以前要田呢，係也是開發過的，全部整理過的。以前是一 QQ 3田的，非常辛苦啊。以前割無全部用手工割，4田全部係兩用嘅。用手撕啊。兩沙魚啊，也零沙奶魚同嘅4田，那都吹4田冇用撕羊來嘅兩種體啊。佢把鐵都種樣。看他也今天，就古人詩的啊，你話安尼，對吧？兩三個半龍曬到像個非洲黑人一樣的脫皮安尼，這樣子插秧過來。以前就一條石頭嚟嘅，一條樹誒，因為大家村坊就也大概鄰居啊，就全部耕田咧，起工呀，都嘛就會來呀拜，本面大家就。喺由我爸爸召集就大家出錢就把它做起來，安尼一做翻有20多年咧。20年了。所以以前講大家來要求平安啦，就耕田就講咁樣割禾起工就要來拜，安尼就慢慢形成就人家的村落像守護神樣嘅安尼。唔過是咪最大叻嘅嘅曾鳳儀。從細就祈求自家做得改變屋企都唔好嘅經濟環境，打破愛艱苦思甜嘅家族傳統。佢到28歲嘅時節就出去創業嘅。那時候也年輕嘛，就出來創業嘅時節，各方面對也經營方面還是你講嘅後生人做事業就比較
较无安均生，底下就你讲每角角这个每一个伊个细节，所以呢，当时可能接到一天单时间就当欢喜个，要按照天单，所以就来合作的朋友呢就埋头苦干去做了，结果发觉到出到美国也发觉到有问题的时间。规则嘅都被 cancel， 当时就讲喺度做塑胶嘅东西，塑胶球嘅，伊塑胶球嘅咧，其实而是咧用印刷嘅嘛，印刷也个因为系地球仪嘛，也地球嘅，就做半音啊，比方像英文诗很大噶因为地球仪是有个那个经纬线嘛，后来打英文诗噶，就青春嘅就讲去做半音，写乜嘅大诗噶，打个英文诗噶，冇注意看到。比如一 R 一个英文字 R 就打到边，看到嗰条线呢，就冇注意看打到 N， T 就像华盛顿 TO 打到 TONN 嘅啊，应该是 TORN 嘛。后来呢，唔会发觉，因为也係按创业位的 T 方面嘅，你就分唔着嘅，跟人东西都美國用唔會俾人 cancel， 規則嘅都被 cancel 都退貨，所以退貨呢。可能這種天人看2-30年前，這個金額1600萬的銀額，這個金額，這些順序做下來，最少都賺的500-600萬以上，而且後續也還非常多。結果你講我們想了很多，但是實際上，所以你講管理非常重要，就多樣啊。事業失敗後。張豐儀在阿喬嘅推薦下，開始進入陶瓷工廠做事。為咗改變環境，佢閒暇上網學習，差唔多24點鐘都留到工廠。不過也未加速佢婚姻關係嘅惡化，家庭同經濟嘅壓力當中，就從搖橹過穩堅守嘅煎熬，考驗等後生嘅佢。汕頭係套廣東東鋪嘅中心城市，咩係從三角、珠三角同海峽西岸經濟帶嘅重要連接點。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過後，成立汕頭經濟特區，上到青島推送來實廠。張豐儀派駐到大陸廠過後，對陳俊再個轉到汕頭。短短4年的時間，培養嘅管理大型工廠嘅經驗。離婚過後嘅一段期間，未認識佢人生當中當重要嘅審判張太太，支持佢向海行過事業嘅甘苦。這兩時我兩啥都公司經營，大家負責嘅嘅範圍冇樣，其實到業務部門，我到生產部門負責規工廠嘅。安排規劃生產，所以我兩啥遇到個意見不合，我就時常3月就為了公司就會有摩擦會冇矛盾啊。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說要嫁給他，他大我10多歲，然後家裡又有小孩子，其實根本就不知道，但是。聽到他的背景，然後老闆也跟我談了一些，然後他自己當然很含蓄啦，他不會跟我說你要嫁給我，沒有，這個就是我會跟他的最絕的這一招。我知道的時候我要回去，但是他說你可以回去，沒有關係，我配不上你。他就永遠就是用這一句話去講的時候，所以我沒辦法走開。我們其實從深圳2人就，我的朋友是一直要撮合我們就在房間裡密談很多次。密談的原因是什麼？我第一個，因為我台灣有3個小孩啦，那時候在大陸說要娶一個老婆回去談，不是那麼容易。你看90年、91、92年，我講就講，其實也是一種緣分吧，黑暗的。尤其是像要3樓梯去結婚那樣的，按部頭去市場台啊。
去奥多拜去西门屋下半夜接转来，要潮汕地去结婚的。其实在这边来说的话，还是蛮感谢我们那个汕头的以前的老板，对，就是总裁啊。我们其实，在汕头，虽然说我正常在我们老家来讲的话，应该嫁女儿是非常隆重的一个事情。其实我没有一个亲人在这边，然后就这么样的去结婚了。其实对我感觉上是，我觉得总觉得少了什么了。所以在他大儿子媳妇结婚的第2年吧，特意为了我们一起去拍婚纱照。婚纱照，不然的话这辈子好像没有。俺因为讲要做公婆就会验婚啦，就按一点点，你讲拿布头咩撇唔开的吼，也就俺因为，所以呢，也喺过程也当做贵人啊，吼，当做朋友，吼，对人的个期待吼，个对人的吼，安尼协助吼。天出此处而後人出，因為曾鳳儀嘅認真同技術方嘅熟練，當多朋友都邀請佢強開創業。雖然是有個失敗嘅慘痛經驗，不過還係無法度減少佢想愛創業嘅想法。托朋友同客戶嘅支持下，佢過一擺創業嘅。就算有可能這個失敗，曾鳳儀還係選擇意圖創業，我家人又係用辦看這件事情咯。所以其實，在當下我完全不能認同，因為我了解他的家庭背景，真的沒錢，完全是沒錢的。你憑什麼要去創業？事業路途雖然無按順利，曾鳳儀還係當實忙緊向前邁進。當到朋友學腦解技術，計劃強海合作開公司。1995年，曾鳳儀開始到潮汕地區尋地方設廠，這件事情連新婚的補養都唔抵。我95年生我兒子，然後回湖南老家生。結果他突然告訴我說他出來了，他不做了，好，我不能接受。然後我生完小孩還不到40天，他就直接殺到我家去，然後就把我接出來了。那時候我兒子還不到40天，然後就跟我講說自己要創業。所以其實，在當下我完全不能認同，因為我了解他的家庭背景，真的沒錢，完全是沒錢的。你憑什麼要去創業？對我來講，可以說就是哭吧，那時候就是會覺得說，到底跟這個人會走什麼路線？創業剛開始就遇到兩岸脫談事件，當到股東都退股誒，有限的資金變得很加困難，佢只好一片接單，一片存錢起工廠。在無退路的情況下，曾鳳儀只好繼續向前行。老員工同曾太太回想剛開廠的時節，這樣時嘅心酸，想到都很清清楚楚。那我們來的時候，開始打樣的時候是借別人的工廠，等於是借別人的，在別人工廠裡面打樣，跟那時候開始開花了嘛，開始在打樣，就覺得借別人的工廠，那租了一個就是臨旁的那里處這邊租了一棟房子，做宿舍這樣子。我們自己是節儉到。就是說，可能1分錢都是真的是要花在1分錢上面，啊，比如我們剛剛開廠的時候，我們自己反正什麼都省，啊，連保姆都是半年以後才請保姆煮飯，那時候都是我自己，從來在家裡沒有煮過飯的，然後他教我去煮飯啊，然後去就是10幾個員工要去照顧他們，還要工作。那特別，我覺得我會對不起我的兒子。我兒子95年出生的，剛好那個時間點就是我們最辛苦的時候。結果我媽到最後跟我算了一下，她說總共從小到大，因為我沒有餵母奶的，總共喝了23瓶牛奶。
你去想想，现在想想，有些时候听到我的朋友，我们同事讲说，哎，一个月他儿子要3、4罐奶粉，我就不敢想象。我儿子从小吃到大就23罐奶粉，我妈就会帮我去熬那些粥啊什么啊。她说没关系，我儿子没有用过尿布，从来没有用过什么要买的那种尿布，都是从老家带的那种棉的那种洗的那种。经过20年的努力，陶瓷厂天天的擴大到2間廠房，總共有1530員工。對1條生產線到32條生產線，也全都係兩公婆強係3忙3欠打拼出來嘅。可能係先前失敗嘅經驗，伴站風儀hand卡生意，當用心的看待品質管理。工作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经常跟他讲，因为他是处女座，他是非常非常龟毛的。现在来讲还是比较会开一下玩笑，等一下还是会比较觉得比较和蔼一点。以前觉得蛮怕的，现在慢慢会好一点。但是还是看到了，还是讲话我们还是不是那么随便的那一种啦。你们现在那个品牌都有在那个吗？對員工來講，站風儀係一個非常嚴肅、無馬會講笑嘅人。不過，佢也仲冇按好華權嘅外表下，其實佢比萬人都很照顧自家員工。佢從其第步嘢就討行，站風儀都有實成熟現象，還留為自家天花。每一位員工嘅成熟意見，佢都做得通得到。佢還要求所有台式幹部比基層員工早入暗出，就連佢自家每喺24點鐘喺到熟沙，隨時待命。也係做木的哈，因為人做陶瓷呢，用也石膏木的哈，佢管內醬家佢會吸收嘅水分，當會成型啊，哈，當會你做嘛東西就會跟內醬就會變個形出來。因為也係做嘅加人講嘅木的嘛，哈，佢用內醬關起來也都內皮嘅。後一泥皮，再經過佢去燒一個馬蹄先，一個表面有唔毛嘅注意，留到也冇也留到槍也，要接也敷片要接上也都用人工去接啦，所以做陶瓷都有很多修正部門啊。都有個部門呢，也所有嘅產品哦，就有一個採樣度呀，比也都會比照做個照定嘅樣品，來去疊也法子。我哋來看，如果看伊疊嘅有正宗冇，有疊對位冇安尼，雖然有啲位置老有啲位置嘅問題安尼。你這班目標達得到嗎？達得到啊。有沒有超過效率啊？有。覺得這樣會不會公平一點？會啊，因為我公司要做個目標的啦，要超過目標，所以講安尼較公平，要較獎金會拿較多安尼。知道你應該做很多年了，幾年啊？14年多吧。啊？14年多吧。十幾年啊？差不多15年了。15年了。從沒結婚做到做媽媽就對了。是啊。站風儀看起來當嚴肅，不過私底下其實相當關心員工。按多年來，員工都肯定佢為公司盡心盡力。我們現在那個天然氣是你現在風壓調多少？160。那煤氣壓就280啊。因為也係天然氣天然氣價嘅嘛個卡路里較大，所以佢嘅風壓較大安尼。因為也很多半自動嘅立方窯，就
稍微要好，就要一个人把它拉出来，拉到外面，家人看那个是刺痛药，就24點鐘，差不多20分鐘就會出來一隻。我呀地方半自動也有10粒，下背廠有12粒，所以全廠22粒一個藥。下班的時節，每個員工都戴定安全帽去踩進去，為到員工上下班嘅安全。站豐儀對10多年前就開始規定員工天初要戴安全帽，因為員工的生命就是公司的財產。我們工廠有摩托車，那我自己也會騎啦。那我就騎着摩托車想說，就這麼幾步路，真的這50米遠的路程哈。然後最主要的就是在當下都沒有員工，他看到我騎車出去沒有戴安全帽。當天晚上回來就跟我講說：“哎，老婆，我告訴你，我要罰你。”我幹嘛？我也不知道他要罰我什麼。我說：“罰我幹嘛？罰我什麼？”他說：“你剛剛出去沒有戴安全帽。”好，因為我跟他很多年，我完全能夠接受，我沒有生氣。我說：“哦，就犯一點小錯，又被你看到了。”結果他禮拜一的時候，他就直接開下去了。然後並且他還要公告，因為我們的罰款像這些要公告嘛，他就告訴我一個道理，他說你要求別人，你自己要做到，你自己做不到，你怎麼要求別人？好，我說那我懂。我們把準備的東西這個肉就是照你剛才切的那我們為什麼用開水先燙過？煮出來扣肉就油不會這麼多那我不是。到公司的推廣傳堂，從頭會看到站豐儀嘅身影。佢只會有閒，就會到桌下親身去煮食，也係教煮菜嘅阿姨，拿故鄉好食嘅美食同員工乾鋪分享。現在幹部有些幹部是湖南的，那可能要吃有點辣，但是我們客家人一般是沒下辣椒的我哋都台灣嚟到睇到ที่較唔習慣嘅就鴉片那個煮嘅菜啦所以我哋就會懷念故鄉，尤其係客家人呢就會到台灣你啥這個媽媽呢也係講幫妹送妹大概咱們基本就會煮一個家常菜。大家工作以外係希望講三餐食得很可口的。你講是飽，咩較有精神做事，就按那個進行啦。我咪有啲嗜好，如果喜歡去做菜啊，乜嘅按呢？基本就係按。生了小孩子過後嘛，我的血壓就是偏高。那總經理知道過後呢，就說：那你要從飲食上調養，因為我是湖南人，我是喜歡吃這些油膩重啊、偏辣的一些這個部分，因為這個對我目前的身體狀況是不好的。那總經理就說：那就跟着在樓上，就是跟着他們一起吃，特別交代了我們的煮飯的阿姐，就是專門調這些比較清淡的。在工作上要求是蠻嚴格的。那在生活方面，我覺得他是蠻體貼的。慢工出優貨，到所有工廠都到變產量的時節，站豐儀才專心去經營少量多樣嘅中高級陶瓷市場，用心攞品質做到最好。背面連國際知名品牌都主動來搶佢推廣馬克筆攞禮品，為佢帶來60以上嘅營業額。另外，被知名酒商設計嘅馮丹龍紀念酒行嘅外觀設計得到2010年德國世界包裝嘅首獎，天天七家企業到中國大陸高級陶瓷市場嘅 TV。回頭看也幾年嘅立場，佢衷心感謝一路支持佢嘅人。一間工廠能得人講發展到咁樣，我哋咩感謝我呀啦，不用受千多苦，也對我台灣我屋企我父母也好，我爸爸媽媽也好，也當有心孝順安尼。客家人講好話慢開。雖然實行過一段唔順利嘅婚姻和事業，不過總算還係行過來嘅。
一下佢只想老婆娘卻係實實在在嘅做下去。影片係將成立嘅潮州推崇協會，請陳鳳儀同兩位員工，佢哋還係持續無停嘅推動協會嘅發展。希望人家大家嗰一地方嘅推崇咧，都人哋享受，使到了解者他嘅台灣嘅客家嘅種嘅啊。早一点，现在已经在灌了嘛。你看它比较宽嘛，它这里比较宽，对不对？所以不要抓那么死，槽比较大。是。陳鳳儀兩公婆對本地嘅鹽坊體嘅甘蔗田表藝20年，企業總算發展到穩定嘅階段。陳鳳儀一下老公司轉到本保養管理，佢還係當日喺到公司聽數解決大家嘅問題。他越來越老辛苦，每拖2000年的時間過來聽書。我本來是想冇自家嘅樹下做事啦，想自家去做啦，做派的事啊，嘛該做進做得，叫就想嘅3年，後來再來就想講好啦，就來也變看一下，開始要啲下輩開始做啊。薪水要動手啊，就慢慢做上來安尼。不過其實有老愛栽培啦，所以就較順利安尼上來。就還愛先打基礎，以前動鹽，動鹽啦，然後一下就較好誒，可能較老誒，個脾氣就較好誒，可以動刀誒。以前就動為馬年啦，就俺幹部就動講幾安尼。佢對人的關心啊，所以去做，唔會老人的講。不能講大家來全部想法同樣嘛，啊，加個轉場度來，人都每隻來人都比一個方向比行，啊，有能力去創造事業，我做嘛事，人都後邊就把人哋經營事業經驗然後去講，嗰個觀念然後去講，啊，也得要用安的方式去。啊，我就講那個，我想也好常你今天人的安尼精神就係講，海邊有你個家嘛，你有你的家，有你的親人們，有人下一代啊，人家家庭啊，你要經營人的家庭。但是人個精神呢，都做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人個資金到哪，人個態度很有關係，就這樣看的是，係嘛？所以就按那個也在喺度變磨練的教練場啊。影片係陳鳳儀陶瓷廠陶山頭嘅外貿鋪老設計鋪，為到接國際訂單，新成立嘅鋪門由第3嘅來業包場負責管理。試試看用台燒的那種燒法去燒燒看，燒一些那種金銀材啊，或者說高溫的柴燒，那種效果應該不錯。剛印的時間我就帶到工廠，就讓我過了到供用，就從頭開始學起，嗰時間咩嘅陶瓷乜嘅就唔懂咧，就去學啊，乜嘅就懂嘅，從最基本的開始就留見了到去學了，在部門帶差不多1張嘢、2張嘢，就都開在部門去用去帶。嗰時間我就嘅剛好外貿部那邊咩英國跟我又住嘅澳洲回來，就喺我個我就嚟外貿部那邊試看嘛看用嘅，佢那邊英文嘅咩人咩嚟老外講以前學嘅英文咩差唔多。就總得有個發揮的地方，反正。因為武漢人全力嘅支持，陳鳳儀總算做得實現多年來嘅願望，為共窮師傅服務。因為自家一路行來，未受到當人聽數，故所事業穩定過後，陳鳳儀就立志愛出來為眾人服務。潮州市推崇協會從2010年成立，剛開始創立，佢就本人推薦出來擔任第一屆嘅會長，開展協會業務。因為長期都也
潮主天气哈，然后大家台上朋友啊，哈，大家还咧有一些交流啦哈。比如我之前就已经成立一个高尔夫球队哈，所以大家就交流。交流呢，但是呢，也台上协会成立及了高尔夫球队有梦重要，所以希望所有的一个台上的企业能得进入到人家台上协会，哦，但是问题青太多呢，潮州啦配的地方梦重要，ที่潮州是台上非常少，哦，嗰係水豐人參加人家協會個擔當一個協會嘅幹部，哦，以至於呢。我發動到精神啊，一家一家去拜訪，也如果我成立家下，比我想象嗰種嘅講，大家同熱心去參加協會，所以人家協會成立家如果非常的順利啊。哦，但是成立以後，當然外面人講嘅，就這禮拜做新樣樣嘅上來乜嘅啊，當到係很生疏嘛。但是我因為這個慢慢的留一個地方嘅。領導啊，大家看到哦，你協會有一個台上協會，人家一個地方嘅官員會看人家台上協會嘅人嘅分量是冇重要的。因為畢竟我們工作人員也不多，但是我們面向的會員是比較多的人數。那每一次的活動，我們都有做到最精簡的辦法，做出最好的事物出來。這是會長教給我們，也是他比較幹練、比較精煉的他的風格，我們也有在他那邊學到。協會嘅人數雖然少，無從態度是要結下白沙會員。不過陳鳳儀對台社事務還係非常用心，唔但唱要求台上連登舉辦全會，定期交流感情。從5月節，亦很適合台上嘅保養，還有新人呢，向下來包裝嘅慶祝。會長提出這個構想，那麼把饒平很多有興趣會包粽子的人集合在一起。那麼最主要啦，要有這個熱忱。也因為馬上一個端午節就到嘅嚇，就去年開始呢，人家為嘅台上一客啊，哦，一個企業，哦，尤其人家一紅龍公司，MLD 紅龍頭份，廖小姐哦，一個素衣哦，個肉粽特別好食，所以上擺家公司送俾人家就食以後呢，如果希望人家大家到一地方嘅台上呢，都人哋享受。食到廖小姐她嘅台灣嘅客家嘅粽嘅啊。除外靠朋友，嘉基花對妥態度嘅台上有同情嘅感想。陳鳳儀除提協助促進潮汕地區台上嘅交流，咩無田呢聽數當到台上，為到維護台上妥態度嘅合法權益，盡心盡力。省長那個趙一芳，他就有講哦，他是公開的在台上說，第一個我們多年我們協會提的，像提為防護費，就是會取消。我們台商哈，你有很多那個稅會，就是有一些政策啦，就是可能會有可以減免的減免，但他沒講哪些項，就是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廠之前有遇過一些問題嘛，一般第一時間都會打電話給會長，讓他幫忙找相關的單位或者台辦來協助處理。台商在這邊經營都是對這邊的法條是很不能接受，就對。可是呢，都是要靠人際關係啊，去說通啊，要了解，中間總是有人要你去了解上層的一些賦予的什麼條款，然後都是我們張會長去處理這些事情，然後會來給我們教導啦、指導要怎麼應付這樣。應該這麼講啦啊，就是說，如果沒有張會長，就沒有這個台商協會，沒有這個台商協會，就把這些台商就沒有辦法聚集起來，各自為政，一盤散沙。台商協會並沒乜嘅，我因為做一隻平台樣嘅，哦，做非常之不樣個，我都應該
个火车头内底大家看样的行，吼，因就发挥讲，我有眼能力，我能得协助大家解决。我对伊来讲，我没公务人员，我一个裁判机关，我做得决定就做得人解决安尼问题。本旦浑身土朝主高鐵嘅台上，土站風儀做非常過後出錢出力，切無簡單能切出來非人嘅享受力。一直到日下，大家還係感謝佢為眾人做嘅熱心服務，都愛佢繼續做天然嚴嘅會長。站風儀未樂在其中，希望做得再為會員繼續服務。也記下正日。站風儀做一轉到山頭嘅屋卡，就開始同第三面來嘢，向海製作神秘嘅醬料。我們全家都在試那個牛排的壽司，哎，你知道嗎？我給你聞聞看看，聞得到嗎？有沒有聞到啊？重要嘅時節，站家人都會轉到山頭嘅屋卡，共享天倫之樂。頭擺味道到態度做事，站風儀千無奈何愛離開自家嘅聲音呢。味道彌補遺憾，見到所有人都接過來共下吃，千一份做阿爸嘅心地，同當天共組一個溫馨嘅大家庭。生意慢慢抬，我的事业也慢慢因累积呀发展今后。假使全部生意我香港全部比如台湾，啊，實際上冇辦法去做好當好嘅教育啊觀念，包括我孫也得，唔講我奶也得，全球全部都要上班，哦，所以我講有一隻有一隻假一隻丟題啊，哦，所以我董事長我講唔係啊，也幾好嘅。再嚟，我要感謝我長明路個長明學校兩個老人家，因為有呢兩個老嘅喺入邊照顧也得看頭看面照顧呀，啊，所以呢，我就將兩公婆安心到工廠。所以人當時到工廠嗬，啊，當辛苦到嘛個轉到屋卡，像我孫嗰時，伊根本是大家朋友來，伊就會較害羞。我轉的是。就跟我們的互動啊！我爸爸媽媽，我以前台灣的爸爸媽媽，很熱來佢唔係，因為年紀太幼小，我個調咗到台灣，所以佢就冇願意過來。所以我講我做乜感謝講我長明愛啦，長明路咁樣嘅，因為我親細細年出世就一直帶啊，顧一隻家。也做嘅也做牛排嘅醬汁啦，係咪人嘅話自家點方，人就要提高人哋個牛排嘅嘅品質啊。上擺以前嘅嘛係牛油落強多嘛，嚇，哦，要不然就調節較細啲。不過今年擺做嘅就很不差。連續3-4整日嘅冰涼嘅暗晡，站風儀落日來夜都同做下研究牛排醬料嘅調味，還有香料嘅比例。係，我主要就台灣嘅二哥嗰個經營嘅咖啡廳，嚇，要不然因為要改革，要改善，嚇，規則嘅人嘅咖啡廳，然後一個嘅牛排嘅，嚇，用餐嘅風格啦，提升一個。哦，那個作為一個鐵板牛排都像蘑菇醬啦、黑椒汁之類嘅，一般的鐵板呢就差唔多，所以我哋當來研究講用一特殊嘅醬汁安尼。個醬汁研究幾啊擺咧，嚇6-7擺以上，我也2小時感覺也較好，也就變太高了是看啦，啊，怎麼樣啊？真的比上次好吃哎，有進步咯。你趕快。講真話還是講話？就
就是蘑菇的。哎，蘑菇酱，白酒。哎，打给博祥说，我们这个基本酱汁已经 OK 了。锅子哈，这个就，喂，哎，博祥啊，我们全家都在试那个牛排的寿司，哎，你知道吗？可以提升你现在那个牛排的酱汁啊，哦，很不错。不过你现在，我给你闻闻看看，闻得到吗？有没有闻到啊？小慧在笑啊。快点说啊！好，拜拜啊！你辛苦了啊！嗯，拜拜。3萬安多年過後，一下居然係子孫同堂，全家歡樂。淘大家嘅面孔，未看唔到幾樣事嘅遺憾嘅，看到嘅係滿滿嘅感謝，還有對彼此嘅珍惜。也係浸鳳儀天意來嘢，同苗栗開嘢咖啡堂。進到台灣離開機場，浸鳳儀天速先來關心來嘢嘅狀況，順勢是當主吃可能來嘢嘅屬意。你現在一次煎幾份啊？5份啊？你還是要陪訓他們一下啊。OK。食材冇按到耐心等待美食。來嘢拖做下無限，浸鳳儀未拖外場聽數招呼人客。其實浸鳳儀本單未安排天意來嘢到大陸做事，唔過因為老屋我有人重點，將本佢進來。故所無形當中，佢未對留到台灣嘅天意來嘢特別照顧。因为就是家里叔叔他们其实早就搬出去住了，然后之前是阿公老阿婆跟我帶，還有盤啊，阿公過身啊，都剩阿婆13年，我都想做唔得呢，係啊，爸爸冇可能轉來嘛，阿哥都做創壯，你做唔得轉來啊，老太佢要夾伴娘都可以騙，係啊，還有想來想去，我最適合，所以我就回來。咖啡店離老屋大約有10分鐘路程。天意來嘢當日暗晡10點整理好點嘅，就會轉去陪老人家。浸鳳儀到昨日咪都會轉老屋看阿妹。前面冇熱頭喎，這是有熱頭冇？有啊。有出去曬啊？有。唔做嘛冇，每日做嘛冇去睇掉。冇啊。做嘛冇啊？唔驚你嘅。萬一路誒轉唔得啊！去多辦，以前當然就有去啊，嚇，去嘛個晚飯唔係要俾人出價出錢啊？冇啦，按路誒80人，85歲人。唔係同台灣咩同阿爸講，要拿到錢去幫員工出。80人。今年要去嘛？要去出。我那行路就難行。那又唔算行係嘛？然後伴娘呢就有啲嘅那個婚姻上有啲問題。我太拉嘅就叫孫呢，太孫呢天嘅親生咩就有就有人講客家話講有愛奶多啦，一係我媽媽。同埋安尼天數，但係無嗌實在就唔點樣嘅嗬，我做條路去物嘅啊，你啊，誒媽都咁差咯嚇。咁差啦。所以你都會順嘅咩對有效咪嗬，係嘛？有效。講順效。
好，来，你健康调息了哈，好吧？哎，还有做什么？来。我昨天好好嘛，慢慢行哦。他方悄悄地成为家乡，家乡就成为远方。對每週日回鄉一拜嘅陣風兒來講，大拜同阿美告別都係最唔盼得嘅事業，同心肝度唯一嘅劇。之後老也歡牽掛，拜託台灣嘅青年，推親自家嘅好心。我爸爸的老人家啊，就像我阿媽一樣老人家。如果要照顧老人家嘅那個哦，真是一隻老生人窮嘅嘛，生人學牙是你難得都做得到嘛哈。假如講將來也有可能呢，我有那個能力哈，我咪就是想講能夠開發來經營的哈，較舒適的養老院哈，如果用老人家，譬如講要到後生人也嘛個要做條路冇能力去照顧誒，你來提供能得一個，好，也每個為安尼賺錢，就你提供一個好嘅環境。你像阿媽佢做嘛多嘢，因為有得風景啊、空氣啊各方面，哦，我哋每個做嘅你講嘅商業性質當重咧，哦，這個能得本老人家，哦，但是冇辦法講，我要做嘅都全台灣全國，這個我有多能力做一多工作，就我有人嘅願望啦，但是能得踏實，啊，繼續看以後也個政府能得本人去開發冇安尼，啊，就講去做安尼個，也許我能得照顧100個老人家，200個老人家，我們就講自家能力幫助100個家庭，啊，安尼想法係安尼。對負債千萬到人人數上億元，頭擺嘅實派電到本地到國際市場上曬出重圍企穩市場嘅腳步。對破碎當中行過來，本地很較真實加速嘅團圓之樂。陣風兒用心寫出生命嘅每段歷程，化土為金，練出自家嘅金陶瓷人生。